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在一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坚。新闻一开始继续来关心中年油脂油品低干物超过标准，这消息是公布257间第二手的下盘业者，明仔再公布有问题产品名单，若是相关业者无依法来通报，相当要罚到300万。中年油品低价买超过标准，有1300吨的问题油走去泰山、福寿甲福茂三大企业。消署公布上新的257间第二站线卖的业者，有个初测回证了后，会对外公布相关产品的名单，用分站风险管理的措施。第一个，混合油预防性下架，超过20% 以上的使用到这次的大豆油中年相关大豆油下架，预防性下架。第三个是其他余虑揭露，他没有要它下架嘛，也没有要它回收，但是他必须要做揭露。考虑到是按优先，消署要求第一站油品必须爱伫7月初3全面落价。第二站受到影响的257间，亲像使用问题油做起来的调和油，也是使用问题油含量20%以上的加工品，也必须爱伫7月初6每时返点进前有风险落价。也若含量伫20%以下的产品，虽然唔免落价，也唔过业者也要公布资讯。因为这个原型油这个还是以油的原型样态贩售的商品，也都预防性下架，然后去先检验合格之后再上架。台中市府卫生局也第2届去中年稽查，初步判定甲中央专家会议看法相像，无排除问题可能出伫巴西黄豆原料，甲含水量较悬，也是烘豆啊过程受到污染有关系。针对外界讲的延迟通报，市政府表示，若准确实有影，会依法甲当罚。确定他们的产品有异常，就通报给中央，然后再让我们来做相关的后续的这些下架及稽查。那至于说他们有没有这段时间有没有延迟通报的话，我们还要再做更进一步的厘清。问题油阁互全台食安的信心开始紧张，卫福部初6会甲4大国产食用油精炼厂开会，说明制作规范的重点内容，也有提出暂停认证的建议。也若中年油脂互人立令停工到单，必须爱确认改善完成，才会当复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若搁再根据台中市府第2批调查结果，这业者福寿出货有问题油，统计有销予全国149间业者，包括这美容泡面、金色山米等等，超过300间业者拢有去用到。有18的桶装的。卫生局人员到卖场检查，看问题油是不是已经全部回收，因为中年油脂、沙拉油验出低干物、苯偏比，防部一直咧管价。花莲县卫生局初3到美容公司大批厂检查，发现美容采购中年下海厂商服务油脂公司的油总共2160公斤，全部做成泡面油包。电话联络一下魏王，他们针对进这一批的一个问题油品是做在什么品项？结果得知是做在我们的泡面里面的一个油包。美容公司紧急声明指出，已经停用所有问题油。佮公布受影响的产品包含原价牛肉面、红烧牛肉汤面、13香麻咸拌面等8项泡面会回收。8月31之前，民众延平发票产品实体到原来买通路办理退货。另外，台中食安处也公布第1摆检查结果，中年下下问题油品维持18项，按个配合增加到30个，其中福寿出货全国共计86间业者，增加到149间，包含桂冠、原味沙拉、精鲜、沙米等，至少300间业者。关于中年公司产制油品检出苯偏皮超标一事，本署已分他案，并指派台中市调查处至相关公司及机关调取资料查证厘清中。不过外界质疑到底沙拉油是安怎产制苯偏比？专家表示，用油脂精炼定数来看，理论上应降低苯偏比的含量。那牛香加制停拢无发现异常，推断可能是甲进口黄豆原料有关系。原料处理干燥这一端就造成这个苯偏比的蓄积，在油脂的这个精炼过程以后。萃取过程以后，才会把这个蓄积到我们的油脂过来。消基会呼吁食安安全事件受害者，往往是无特定的大部分消费者，上歹举证也上歹求偿。
建议应该建立公益团体诉讼制度，才能真正落实集体救济。小苏强调，会继续督导上游制作业者，佮依照这摆调查结果检讨上游自主检验制度，建议精进原校管理佮体院自主检验评论，来降低同款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今日台湾各地天气也是真烧热。气象署是针对13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尤其是大台北、中南部加华东唱国，高温可能到38度。咱来看温度。对于今日开始到拜三咧，天气也是真热。中南部部分的所在，过昼可能会落西北风。拜四风台接近，这方面加东北部地区雨水会较多。因今年第9号风台强烈风台包围，目前是愈加愈强，只有可能会变作是今年上强的风台。气象署嘛表示讲，这风台包围按算拜5、拜6上接近咱台湾，无论讲敢会定了，这全台湾拢可能会有大风雨。透过卫星监测花莲万里溪房山湖状况，早起储水量57.7%，水位继续稳定升悬，无明显泄漏。风台特别接近林保署、花莲分署做好准备。礼拜4开始会开始慢慢接近。那我们也正在严阵以待当中，每天大概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都会邀集相关单位需要的来召开紧急应变小组的工作会议。今年第9号风台包围已经发展做强烈风台，强度也在增强。目前每点钟11公里的速度向西刷震动，下礼拜4东北角度也是关键。气象署指出，接近台湾时，海云不利个发展，暗过有个以湾是中度风台上限，全台拢明显雨势。8号台风距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所以可以看到。主要降雨上来讲的话，会是以各地都有下雨的情形为主，那特别是要注意是在北部的山区还有宜兰地区，可能降雨会比较明显，那不排除会有来到豪雨的降雨的倾向。气象专家林定芬指出，虽然风台路线一个变数，不管东北角度安怎，包围会为东南边向西北所天动，中心结构不受山脉阻隔破坏。符合讲义西北台地区爱细致记得如何。过去的西北台对我们最大的影响，也就是会造成桃园以北基隆地区很明显而且集中显著的累积降雨量。主要的降雨会落在7月10号到7月11号的上半天。林德芬分析，因为包围风台，暴风半径大，有个下礼拜5到6全台拢受影响，无论风台中心是毋是有定律，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几率拢伫75%以上。甚至路径若个偏西了后，东北局部地区也个发布入境的可能，一定要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教育部上新的统计，学生暴力行为通报，伫短短3年之内已经冲破3万件。学生自伤行底路的通报超过2万人次，校园辅导需求增加，不过有真侪学校也是咧招这辅导老师，也是真困难。再是《中国时报》，台湾半导体世界出名，有真侪国际人才拢要来台湾深造。114学年度台湾大专校院境外学生人数已经突破14万人，创下10年来上悬纪录。再是《自由时报》，发票调奖要假，有人讲收到调奖的简讯，点伊的这网连入去加信用卡资料，足可用投入78万。统计今年3月到5月，全台湾已经有1500件报案，损失是超过6000万。因同款伫咧网络顶有人去买这 Pokemon 的牌啊，毋过奇怪是这买的人拢无去便利商店领，全部拢搁退倒转来。拆开来检查，所发现讲这内底物件也拢全部无去啊。毋若是一个业者受害，这收货也是同一间的超商，认为内部管理可能有出问题。先是到超商领用退货包裹。为了自保，伊全部录影，并且伫超商柜台当场拆开，也毋过伊烦恼代志个人发生了。卡片不见了，这两包咖啡是我送他的咖啡。先是无过有啥物希望，搁拆第2个退货包裹。这个原本我都有封起来的，这应该也被拆过了吼。先是讲有一个买的人伫伊网络的卖场用回购付钱的方式买总价28000块的3张宝可梦卡牌。伊6月2日寄出去，25到台中市南区一间超商，因为买的人无去退货，7天了后摕转来寄的这门市。
验过包裹内底这3张卡牌其实拢无快乐。代志发生了后，才发现讲受害人唔拿伊一个人尔。一问之下才知道说，我们这8个人都是同一个卖场的那个同一个买家的账号下的单，然后寄到的店也是同一个门市，收件的名字也是同一个。我自己的怀疑就是，要么内部管理有问题，这家店的内部管理是不是出了问题？要不然怎么可能同一个地方让大家肆无忌惮去拆包裹？我会建议说，可能在寄的时候，可能在封装的时候，可能也是要全程的录影，不能只有拆货的时候全程录影，这样才可以确保说我们在寄出去的时候就本来就有这个东西，那回来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就能证明说它中间一定是被别人拿走。吴律师建议讲，这类的交易卖人出货时阵上好也全程录影，才有度证明真正有将物件寄出去。据统计，全国有8个受害者，损失总共超过10万块，其中4个人已经分别向台北、新北、苗栗、高雄这所在的警方来报案，希望莫有其他卖人受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尼的国葬7月初4要办到7月初9。哈梅尼有3个后生来参加，不过接伊的迄个规个木吉塔巴煞颠倒无来。也这典礼主持人伊朗的诗人是大话要刺杀美国总统川普，现场的大众也大话支持。伫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初5入暝了后，也是有真侪来参加前最高领袖哈梅尼国葬的民众。伊朗官方表示，对初4开始连续6天的国葬，预计会有1500万伊朗人出席。国葬大典的主持人是伊朗激进派诗人拉苏里，公开发表要刺杀美国总统川普的言论，引起现场民众激烈的回应。از این به بعد کفن جای جام بر تن ماست قسم به خون تو قتل ترامپ گردن ماست 今年2月28，哈梅尼和美国、以色列联手甲崩死，国葬延至4个月才举行。初5包括伊朗总统等等真侪现任的高官，也有哈梅尼3个后生穆斯塔法、马苏德、梅萨姆拢有出席。敢若接任最高领袖的后生穆吉塔巴也是无出现。有消息指出，56岁穆吉塔巴伫甲哈梅尼共一场空袭当中受重伤，目前是重度昏迷的状态。上无有一只骹腿已经无去，目前是靠呼吸器咧生存。伫哈梅尼国葬典礼现场，麦当看到民众甲要对川普不利的旗啊举悬悬。You look at Venezuela, you look at Iran, we wiped out their military. 美国总统川普初4伫美国250年国庆演说当中，搁再讲到美军的军事力量有通好征服任何国家。针对哈梅尼国葬，川普接受专访的时，搁再口说，医生表示美国和伊朗放1礼拜的假去办丧礼，也搁质疑伊朗的民众是咧假好。伊讲美国开一枪，就会当解决伊朗全部的官员，也毋过美国袂动手，若无就无人来进行谈判。伊嘛讲伊朗当咧祈求达成协议。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即马若是用这 Android 系统的手机啊，出厂是拢有安装这 Google 的软体。Google 公司啊，因为这件代志，去后面认为讲是误占市场，爱发代票1500亿。这双方官司已经拍8年，即马定案 ，Google 上诉驳回来，乖乖纳钱。后面在这场科技史上上悬金额的法院独占诉讼是得到关键胜利。欧洲最高法院初2驳回上诉，判定 Google 必须要纳71亿欧元，和代表是要1500亿的罚款。已经拍8年的法律大战总算确定，到这是真正结束啊。First, dismisses the appeal. Second, orders Google LLC and Alphabet Inc. to bear their own costs and to pay those incurr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这个案件找源头要到2018年，伊当中欧盟执委会是认定 Google 利用其他安卓行动作业系统的市场主导地位，逼手机制造商必须要将 Google 超吹 Chrome 浏览器和应用程式商店，用在来个竞争对手钱掉，还因43.4亿欧元。欧盟普通法院伫2022年第一摆审理的时阵，甲罚款是小可调降到41亿欧元。不过 Google 是持续上诉，主张这案是欠根据，就敢若是定法创新。不过欧洲最高法院伫初2判决是全面驳回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的论述，要求两间公司做伙承担罚款和2组的诉讼费用。对这 Google 是发出声明表达遗憾，因强调讲这项判决并无去看到 Google 过去为着确保安卓系统开放、互通和免
钱引导入大量的新货和投资。不过，事实上，这不是 Google 第一摆伫澳洲踢到铁板。在过去的10年期间 ，Google 是因为各种违规和独占的行为，在后面累积的罚款已经买110亿欧元这么多啊！在这项指标性的判决，会当看出是大幅提升后面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信心。各位大头在澳洲的独占地位，可能要注意啊！公司新闻是非常明显。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美国甲伊朗的战事带动国际油价，目前荷姆斯水路渐渐放冷啊。就由输出组织东破国 OPEC Plus 宣布，8月开始增加生产，希望让恢复到2023年减产正常的水准。8月峰会要开办啊！在土耳其安卡拉当地左派团体发动大规模的反8月游行，警方掠走超过100人，引起在野党的不满。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国庆日发生枪案，尚无造成8人受伤，其中有4个是囡仔。警方嘛伫咧现场有找到嫌犯用的枪，目前是也未抓到人。讲到这拜六7月14日，美国建国250年，这美国在台协会 AIT 伫咧面册打出总统热情的祝福影片。咱这外交部也宣布讲，要伫咧美国的河红城设办事处，这嘛是台美合作的大进展。7月1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今年拄到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 AIT 14日面册向总统热情的祝福影片边也有 AIT 处长郭立坚陪同。我衷心期盼台湾和美国在过去数十年，在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的基础之上，坚若磐石的关系可以持续深化。罗总统强调，今年也是台湾总统第30周年。虽然台美距离遥远，也毋过相信自由民主会当互台美关系更加密切。AIT 是感谢罗总统献上祝福，展现台美坚实的友谊。台美继续深化交流。外交部宣布，为着促进台美双向投资，加强服务台商甲侨民，会伫美国亚利桑那州红红城设立驻红红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有助强化我国与亚利桑那州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及时回应国商投资及营运的需求，并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文教及人民交流等领域的合作。美国国务院表态乐见，强调台湾是美国上重要的贸易甲投资伙伴之一。AIT 强调台湾伫美国的办事处会达到14个，证明双方伙伴关系坚强。学者分析，台积电等半导体厂商去美国设厂，有希望伫当地形成科技产业之路，催发出办事处的需求。怎么样把这种这么密切的这种人工智慧的这种贸易投资关系，把它转化成对我们有利的一种安全关系？学者认为，在美国总统川普力推惠昂供应链甲 AI 事件带动之下，台美供应链合作会更加深度结平。台湾要和共生伙伴关系，更扩展到安全的展出。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另外一方面，在中国的军机、军舰、海警甲公务船一再来扰乱台湾。中国海警甲伊讲甲伊钓，讲伊是伫咧台湾的东部咧巡查。咱的陆委会嘛批评讲，这款违法的行为，无论来几届，共款拢是违法。中共成员两岸情势紧张，中国海警局讲，中国海警首3舰编队接替第3舰编队，继续伫咱东部海峡进行执法巡查。海巡8里舰、花莲舰采取并航舰框架压中共首3舰，中明舰动态，用具体行动反驳中共假执法真酷权的禁止作战。陆委会也表达强烈谴责，指中共伫台湾东边海峡无存在主权甲任何权利者违法行为，做较侪也是违法。海警14606，中国海。国防部测试公布，查到共机8只、共10只，结合公务船7只驶走大海。学者观察，中国海警用执法巡查名义，暗含真正目的，包含宣示主权、实在战场环境，演练海上防守，考验海军海巡海峡监控甲态势监视能力。冲突升高的时候呢，他的海警船呢就进行就是这个以执法为名，实际这个行这种所谓的封锁跟这个拦截之时哦，那海军呢就直接实行这样子一个作战的行动，那彼此海军跟他的海警呢可以互相交相答非。另外，国军向美国买108台 M1A2T， 被叫做是代表上强战车，已经全部到台湾。陆军269旅联兵3型战车连第3举行成军典礼，加做第3换装 M1A2T 的定位，武器捍卫大台北党军。584旅担负的是
桃园还有新竹一带的反登陆任务，特别是保护这个桃园机场，还有这个台北港一带。那么在林口的269旅，则是守护大台北的门户。那林口台地也是敌可能空降或机降的地方。针对中共反台可能锁定南口执行机动作战，来牵制台北市中心，陆军269旅延缓 A2T 部署伫南口鼓山交界，提供部队同炮火力支援，强化反空降作战。记者综合报道。年底选战，台北市是针对最近有的问题咧加签。这市长周万安是批评讲，中央的做法会造成这出问题有回收的困难。也民进党的新批用是认为讲，是咱的问题本地就是中央甲地方合作，唔通搁再互相下提责任。甲九安欢喜翕相，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初5参访宠物用品店，宣布动保证件，推动每年举办新北宠物嘉年华，建立宠物优先城市指标。另外，因为民众愈来愈接触九安猫仔去办公务，未来伫无影响公共秩序甲安全下，会推动宠物会使陪同办理公务。这个每年在新北举办一次的这个嘉年华会。那结合认养，那包括我们的宠物的事情，还有健检饲养的这一个教育。原来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是进行基层的座谈会，呼吁爱和新世代打造智慧宜居社区。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新北市因为跟议员参选人大家一起举办这个联合的座谈会哦，那现在已经超过20场，新世代扛起新时代。台北市选战焦点是问题由涉案事件。台北市长周万安初5发文呼吁中央随公布名单，成立专区，上由全面清查，相对时间来甲案情调查清楚，中间源头管理的机制，也批评中央的做法会增加回收油的困难度，而且会全面冲击食品业甲餐饮业，并且讲涉案绝对无隐瞒暗藏的空间。中央今天就算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布完之后，你在地方要怎么去查核，然后再来你要怎么去通知，这个也是在地方政府的权责。所以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正式口水的时候。台北市在和台中市政府共同联防的情况下，积极追查出14家下游厂商以及42所学校使用到相关问题油品。已经到食安事件爆发第5天了，食药署应该立刻公布流向。新批杨是讲，对指挥及时通报，第一时间内出面来说明。市民上快需要的安心感，其实来自市长本人出面甲说明，绝对不是来自一般的新闻稿。国民党甲民进党双方是继续来攻防。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基隆一间准公托幼儿园，有家长是指控讲教保员苦毒囡仔，欺负发了受轻仔。专案走去幼儿园有白布条啊，等机能控制。市府表示讲会搁再来审议，上紧伫拜3，在公告废止幼儿园的设立许可。直接对囡仔头壳拍落去，另外一个囡仔看到到地，惊甲毋知要安怎。安尼对待囡仔的做法也毋拿一惊，互受害囡仔的爸母是真生气。测试到幼儿园外口寄有白布条，也献过两，抗议这间准公托幼儿园教务员不当来对待囡仔。虽然贵人市府顶礼拜已经公布头一摆处罚，对2个教保员各处40万块罚款，终身袂使聘任，也下令幼儿园停招1年，解除准公共化契约。家长依然是不满。它并不是说一个单一个案，那你今天市政府只有裁罚园区6万块的罚款，跟停操1年，这是我们家长没有办法接受的。该严重处罚的就要处罚，心灵受创的补偿也不是金钱能够赔偿到的。虽然贵人市警察局讲会对献过2个抗议行为依法来侦办，市府是讲有加初7召开相关的委员会议来审议，那程序顺利完成，会来废止这个设立许可。预计将于周2召开相关委员会议进行审议，若程序顺利完成，最快将于周3公告废止该幼儿园设立许可。做幼教真久的朱钦园长指出讲，准公共化幼儿园一旦互解除契约，家长无补助，加上心肝内有顾虑，一般都袂阁送囡仔去读咯。这绝对不可以被接受的了哈。契约被解除的话，等于说政府每个月对小朋友的每1万块钱的补助就没有了嘛，那家长会增加非常沉重的负担嘛，那当然可能就没有办法再能够把孩子送到这个机构去啊。专家坦白讲，幼保工作真辛苦，人老袂写条，幼保员歹请，若请着人，幼儿园伊阁烦恼讲，做无偌久就是责，真歹甲伊严格要求，安尼恶性循环，真会互幼儿园就出现这种争议的事件。
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西门町有设全台湾头一个户外食薰空间，规定讲有新的人也未满12岁袂使入去。不过，数度民众讲，都现看到2个囡仔踮伫内底。市府嘛表示讲，会再加强宣导，违规上当要罚1万。为推动无食薰的都市，台北市府伫顶个月初，伫西门上款的负压式食薰室正式启用。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有2个囡仔也踮伫负压式食薰室内底，疑似咧等斗阵的大人食薰。看到的网友表示，囡仔伫食薰室停留时间超过5分钟以上，为民破上网引起讨论。政府机关要多把关，要不然说真的，因为这里人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说小朋友在外面等，不知道会不会就是会遇到什么危险。希望小孩子能避开这个区域，这很危险。负压式食薰室内底拢是食薰的人，阁是密闭空间，囡仔较会数值分泌，引起外界烦恼，是不是有2手薰、3手薰的健康记录？台北市卫生局回应，薰害防治法第16条，未满20岁人甲有身份的人免食薰，父母监护人或者是其他实际照顾的人，爱禁止未成年食薰。烟害防治法规定，未满20岁之人及孕妇不得吸烟。本市负压吸烟区入口已公告相关规定，未来会持续加强宣导及稽查，尤其是儿童、婴幼儿的2手烟、3手烟的危害，对于大脑的一个发育的一个完整，对孩子的一个注意力集中、情绪都有明确的影响。为达到无分都市的环境，台北市卫生局各公告8月初开始，就划给上款甲新中山线行公园周边上款禁薰，食薰的人爱到指定食薰区违规上管罚1万。不过，复合式食薰室管理依然爱等市府加强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华信航空是国内唯一有飞高雄、花莲、有台中、花莲的航空公司。不过，这2条航线是愈来愈少人坐啊，当年拢咧了钱。这华信航空即马嘛已经拍算要停飞啊，民航局证实讲已经收到因的资料。国内航线高雄到花莲甲台中到花莲航线可能加入历史。独家经营这2条航线的华信航空内部数据显示，高雄到花莲航班平均载客率干了2成，台中到花莲差不多3成。实际问台中旅客这意愿并不悬。因为现在台湾的那个道路蛮方便的，开车就是自由性比较充足。本身是没有坐过这种航空，也没有飞过花莲，都是开车过去的，所以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华信航空董事长陈大军进前讲到，国内线载客按9成以上才会拍平。高雄到花莲甲台中到花莲2条航线每年了7000万，希望透过停飞，将运营线到需求较悬的离岛航线来前帮。学者分析，虽然过去这2条航线包括3间业者共时咧飞的黄金时期，不过即马天公路条件咧进步，航线的市场需求比服务性质较悬。平均的载客率可能也差不多就是在2成左右，所以整个经营层面来讲的话，事实上就是每飞一班它就一定会做亏损的这种结果。那甚至于说这个航班因为必须要去执行，所以反而在离岛的部分可能有一些航班的调度就没有办法去同一个时间来兼备。希望还是能够保留这2条航线。好，那不管是以中央的财政资源或是地方支持，不一定锁定的是台湾国内的客人，也许我们也可以锁定国外的客人，从高雄跟台中入境的。花莲旅游业者透露，其实台中航线、高雄航线带来，毋但是国内客，也有机会带入来台的国际旅客。去年开始就一直努力，希望透过旅游商品优化甲业界合作，引来乘客。遗憾业者也是选择申请停飞。民航局表示，已经收到华信航空函报暂停飞这2条航线的资料，来检视业者提出的说明资料。依照规定，暂停终止国内定期航线进行爱检附乘客处理机制，报请民航局核准交通部核准。核准期开始60天了，将暂停或者是终止。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台南市的延平郡王祠有一个地成功徛马雕像，不过所有人是挑工做结，挑工在顶悬放一支塑胶绳。这警方是调监视器查到是一个19岁少年家，加在这雕像是无损害，人嘛无受伤，不过也是要依法罚6000块。在伫台南延平郡王祠，即阵悬7公尺的电线杆徛马招商，伫帽仔顶面有一个真明显的感觉色三角锥，真奇怪无相合。
伊是算做无妨害到人，不过伊安尼破坏古迹就不好。那是很不好的一个示范，因为这个是一个观光景点，而且还是有它历史的一个意义。文化局呢，在接获通报之后呢，已经立即将该现象移除。那我们对于这样子的行为呢，表达不认可。民众大部分认为安尼做唔对唔好，警方调看监视器掌握一个可疑的人物，看见伊车是透早2点钟下骑机车出现伫一个石箱附近，乌多巴也载一个交通水，敢像是一时心失兴，爬上石箱了后，甲这交通水踩伫无仔顶头。循线通知涉案之杨姓男子到案说明，并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予以裁处。有许多古迹、传说、文化、地名、学校，都以他的事迹为名，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的雕像上面呢，做这样危险的事情呢，是应该加以谴责。延平军农署创立伫清朝服侍郑成功甲伊的部将，是台湾重要古迹。皇族级的郑成功骑马石箱是中国福建泉州所捐赠的，总重量是200吨。这19岁查甫人因为一时心失兴，爬上7公尺悬的石箱来作业，有甲石箱拍歹去，人也无受伤。不过因为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收到1张6000块的罚单。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开始捡热，台东的旅游大季，这礼拜这热气球嘉年华都超过4万人去造访。地上的布朗大道当地也是真闹热，不过所有人是违规赛车仪器，影响安全，警方是加强处理。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正式展开41天的活动，这个周末参观热气球升空的第3场活动，已经吸超过4万人。目前各大热气球节也带来中国周边观光景点的人潮。布朗大道潮汕区是其中一个热门旅游区，不过人一多，有游客为方便。都无去注意，布朗大道全年不是乡民的车是禁止进入，将车驶入去，影响骑慢车旅游民众的安全。他们就是没有看到车子那个字啊，进来的是那么大字。很多外车都因为没有注意到交通管制的号志指示，然后误闯管制路段。关山分局表示，布朗大道今年互乡民通过边停留，观光客车也今年停伫外围停车场，用行或者是骑慢车进入。若无会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罚900以上，1000以下。警方将持续加强巡查，对违规车辆将依法执行取缔告发，绝不宽待。官府也呼吁台东县正式进入hiệu热观光旅游大会，各景点陆续出现人潮，请游客甲民众爱遵守观光景点活动秩序，共同维护观光品质。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最近这台北、新北、高雄伫路口拢有试办杂日的雨伞，这环境部长裴启明是认为讲，这只是短期做法，若较有影就要种树啊。高雄市是讲会继续来改进，咱台北这边也讲，若是无适合种树的所在，才会插雨伞。代志设备伫日头卡慢慢展开，为着对抗极端高温，新北市4月2日自动化代志设备，高雄甲台北也伫6月底举办路口，也是林乡道代志线。不过环境部长彭启明测试路南高雄出席活动的时表示，代志算是短期的做法，种树啊，才是解决高温。纵闪它还是水泥的建筑，我们的水泥建筑就是太多，就是一个短时间的、短期的一个做法，它其实没有办法长久，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现在高温的问题。只有种树才可以解决高温的问题。乡镇伫路口代志线卡单红灯，全球暖化造成最近几年热天定出现极端高温，火线变做真侪人出门一定爱炸。面对要安怎家己也是种树啊议题，民众看法也无同。伞会比较好，因为还有雨天也要考虑进去。十字路口转角的话，你尽量视线是长，就是明亮的。风太大，他们伞就没办法开了。对，就等于就是没有一些遮阳的效果。对，然后树的话就比较没有这种天气跟风向的一些影响。日头赤炎炎的过道，大人囡仔伫高雄成功水环公园耍水消热。环境部表示，未来都市气温超过40度，就有可能高温。未过只是数据，也涉及公共卫生甲劳工安全等挑战。建议县市首长伫规划相关措施时，将绿荫树啊数量达至长期可量。为了积极因应气候变迁，高雄市持续扩展都市绿荫，提升绿覆率，针对热气与绿荫缺口加强植树，透过4地4种改善植穴基盘，加强围路管理。
高温和外出变作足薄，高雄市府强调会继续扩展都市绿荫，提升绿化率。台北市府也表示，以种树仔优先，抑搁伫人流密集、无适合种树仔，也是树仔短期无法度生荫的地点，会适度导致野地设施，改善行政步行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阵啊，天气咧热，这南投的清水公园又咧开放，互民众来耍水免钱。市府除了爱大礼拜来摒扫，嘛有设置过滤的系统，互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安心啊耍水。夏天玩水，很好玩。大细汉囡仔做伙耍水，天气有影有够热。这是南投埔里的大美清水公园。对外开放已经4冬啊，今年到热天，拢会当上时开放，互200位囡仔做伙来耍水，会当讲是热力滚滚。这水是来自大美溪仔溪水，为着水质安全，100公尺进前就做净水池过20节，池仔水嘛维持活水。互囡仔有清气的水会当耍，水还蛮干净的啊。对，水很干净。刚刚也有看有人在把上面一些树枝啊、树叶落叶把它就是打捞起来，对小朋友玩水比较安心。做迄个沉沙池吼，有做一个沉淀吼，大概若落大雨了后，就爱赶紧把这沉沙池的这一寡杂物清理一下吼，暑假是确保吼伊蓄水的这个安全，甲伊水质的这个好安的吼。埔里镇长讲，大礼拜3和拜42天卖饼水池啊，互家长安心带囡仔来佚佗。除了这会当耍水，南投县阁有拄啊开幕的南投市中山公园的耍水池啊，阁有当咧赶工试营运的一节清水溪公园，按算后礼拜会当全面来完工。另外，现主是阁有无耍水公园的德山，嘛会自7月18、19、2天，德山公所举行2天的耍水活动。在水池里面呢，会24小时的不断的循环，所以也请各位爸爸妈妈放心。试营运看这市内目前看是无什么大问题啦，看有法度先7月10日有法度完善来启动吧。遮尔多的耍水活动拢是免钱的，而且对水质，大家公所拢真用心的看头看尾。毋忙热天的观光大月，大家会当来南投耍。记者安修南投报道。配合一个咧经营唱水活动业者7月初5带游客要去唱水时，所发现有2只海龟去互鱼网低调咧，赶紧来通报，这顺利送到收容中心。今天不好，好厉害！目睭金的船长将船回转到300公尺进前的航线，可能发现2只40到50公分的海龟互鱼网低调咧。好可怜，我的天哪！我们说谁了？对不对？说谁在数据7美。互鱼网甜安安，海龟袂叮袂当，民众赶紧加开鱼网发现其中1只互网缩伫岸本，无确定2只海龟是不是受伤。船长赶紧通报相关单位，将海龟送去验伤救治。看是不是渔民拄啊反网，还是什么网去钓了，水钓水钓，因为它完全没有外伤啊，而且活力很好。今天先观察，明天再来做测量跟一些相关的事情。救援海龟的船长是经营澎湖7米南方四岛唱水业者，伊讲已经几啊摆经验伫海上救援海龟。这2只海龟，1只是青龟，1只是玳瑁。这摆及时救援，避免因地量的过程被严重刮伤。不过海底废弃的鱼网常常困住真济生物，互海洋生物除了天敌以外，佫增加真济生存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今年头一批纸板鸭大量囤卡，每一天伫咧透早买阿嬷伫咧路的拢看会到。不过嘛，因为安尼有人骑机车为着要闪遮的纸板鸭，速度放慢，煞去后壁搁一台机车弄着，加在2人拢平安。2台机车倒伫路物件落规涂骹，屏东恒春并200所路段车厂发生车祸，这机车技术发现规定的纸板车飞过车路，为什么弄另外一台机车？蝴蝶就一直飞很多，就看到他追撞他了。他是为了蝴蝶减速，他然后在后面他也是被蝴蝶挡住，就没减速追撞。纸板车飞过车路树丛，垦丁国家公园最近是今年第一批小纸板车甲二次纸板车大量污化。透早黄昏伫台26线甲滨200线段看到因前时催物件车情况，所人安尼发生车祸，好佳在上了2人无要紧。前方车辆疑似发现有大量蝴蝶而减速，却导致后方车辆反应不及而发生追撞，2名驾驶均轻微擦伤，双方酒测值均为0。警方呼吁驾驶人应保持专注，随时注意周遭状况。
每年7月到月中是恒春半岛举办的盛大高峰期，会伫马湾山正做一阵一阵热杯的壮观美景，景观处提醒游客唔通妄手脚甲掠。本处也呼吁不得捕捉蝴蝶，一经查获，将依国家公园法第13条第2款处以3000块的罚金。除了明掠维修好过境的举办店，警方甲景观处要呼吁游客经过相关路段一定要减速慢驶，才被落雪雨点或者是受雨点热杯影响发生事故。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德山是全台湾德甲产业的故乡。民国60几年上兴的时期是有2000多间，甲这德甲有关系产业。即马虽然剩30-40间啊，不过因也是用德甲的工艺来拍拼转型，希望咱兼顾传统甲创新，让这个工艺会当继续传承落去。爱算好下落吼，伊才会安尼，有无90度？做德椅的罗师傅，一德山已经做40几档啊。伊哪做哪帮游客来解说，希望搁较侪人会当了解德椅的制作过程。根据农业部林业试验所的资料，全台湾德产业上兴旺的时阵，有2000多间和德甲相关的公司工厂，德产就占60%以上。啊，毋过现此时加上青创品牌，量基约才剩30-40间尔。丰盛的时阵是60几年遐，德山店几乎家家户户拢有咧做德甲外销。未来德艺会愈来愈无人做，因为几乎德山遮第2代拢无做较济啦。少年辈有特地的想法，除了传统的德艺，嘛做杯啊、器皿啊、脚踏车架啊，加文创，延续这个产业。政府除了替老师傅开课，到推广传统的工艺，嘛推动和德甲相关的旅行，希望会当带动地方其他的产业做伙发展。在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样子，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时代样子的茶文化或是茶体验分享给大家。比如讲，我若接着较大食大的时阵，我边仔的工厂就知影讲，我只要食大，我就会分为做，大家来共好，这个产业开始如何如何。我们的环境永续，或者是我们这个碳汇的部分，那以及到我们青农的辅导，我们都持续在推动当中。那期待能够为我们地方的这个竹联产业呢注入一股不一样的新的活力。透过政府支持，加上在地人有心，德山会当改变传统创新，希望走出一条永续的路。记者杨秀兰报道。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纪录片《日出雪见》是记录一个这泰雅家族3代人守护雪霸国家公园的故事。这所管处也举办音乐会来结合纪录片甲原住民的古调，用影像甲音乐来呈现在地人物风景。吟唱这首泰雅族古调，向祖先致意的，伊是伫雪霸国家公园服务23年的巡山员泰雅族的金安良。这支纪录片是记录伊的家族3代守护台湾山南的故事。第1代是我爸爸，第2代是我，希望是我，第3代是我的那个小孩子，传下去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用余生的力量做一件对的事情。让我们人跟山林之间的融合跟连结可以更加的强大，让我们可以把这好的未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才是我们今天踏在这块土地上应有的责任。导演希望透过影片，让世界看到台湾山南的水，也会当甲原住民尊重大自然的心意，和因甲山南共存的智慧继续传承落去。那这支纪录片也已经摕到3个国际雅典的大奖。开3年时间来录影哈，然后已经完成啊！不只感谢泰雅族的朋友对我们国家公园的工作的奉献跟肯定，同时也要感谢把这样的一个成果，让社会大众知道之后，让社会大众对我们泰雅的文化有进一步的更加认识。雪霸国家公园成立34周年，雪管处拜5举办山南音乐会，甲影片成果的发表会，结合纪录片甲原住民古调的音唱，用影像甲音乐呈现山南的人文风景。雪管处讲，未来伫游客中心也会放这支纪录片，互更较侪人看到。记者纪录记曾俊佑台北报道。讲到这世界杯正咧进行，不过因为当地咧靠小影的关系，这球迷看比赛是热甲挡袂调。美国甲欧洲即阵嘛，这冷气甲电风就正手持袂甲下叫，
也嘛这嘛，互这主要制造商中国是趁个优势势。最近大纽约地区天气有够热，真侪来庆祝美国国庆，也佮看世界杯卡球赛观光客，一出门就热翕翕。东柏哥早日头的雨伞甲冰水，真侪人拢炸掉咧。It's very hot, although the UK is pretty hot as well. It's 35 in the UK at the moment. It's super duper hot. We've been using like cold towels around you,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being dehydrated. 国庆假期的世界杯卡球赛伫美国休斯顿、纽约、也佮纽德西以及费城正在进行，也佮有多数体育场，也佮看比赛所在是露天的，真侪观众伫入场安检，也佮有伫看比赛时阵，拢伫日头骹晒真久，是真热。那安尼，体感卡袂到超过38度的高温，予老大人无家可归，也是伫外口做事的人，面临这着雪的风险。纽约州郊区紧急救助的电话一日也加真多，119急救团队准备真多兵地，来来回回伫外口无冷气的徛街内抢救病人，结果家己也热到要死，赶出10地强要着雪。极端的气候和真热的天气变甲真危险。欧洲的高温已经造成超过4000人死去。大卖场内底卖会用刷来刷去免正空的冷气，也佮有电风，拢无够通卖。6月份，中国对欧洲的冷气出口量是增加真多。即间的小商品中心2屋，各种新型的抗热凉感商品卖真好，像是拍开有架电风，也会使喷水雾的早日头的雨伞是大销。伫外口使用有电火灯，也有喷雾功能的电线。xuất出的一粒就大面筋产品也卖真好。业者生产出货速度真紧，主要是挑战配合欧美甲日本、韩国无同市场所需要认证甲材质的需求，讲一步一步甲高级市场的标准，甲放伫产品内底来带动这升级。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译。今日另外一方面，在意大利的南部也咧高温警报，不过伫咧这普里亚区有一群人是无需要来开冷气的，因为当地有流传数百年的世界遗产或者处理的石头厝，室内甲室外温差上济会当差到15度。一栋独特的圆顶石厝，正高水，这是意大利南部普里亚区有香高川名号的处理建筑群。今年欧洲热力滚价，不少人甘愿踮伫厝，暗过有游客返倒转来遮走出一撮凉爽。踮伫这建筑内底，伫阿尔贝罗贝洛的这传统建筑，早伫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伊队形亲像笋的特殊厝顶，伫流体力下有掀起，因为热空气会对金字塔造型的厝顶升悬，厝内保留搁较侪冷空气。mantengono al contrario la temperatura esterna. Anche questi bollini rossi da 40 gradi, 45 gradi, abitando nel trullo non si sente questa differenza, si avverte, però si sopravvive. Però il trullo rappresenta comunque l'essenziale. Il clima all'interno è ottimo, non serve condizionatore. Se i lavori vengono fatti a regola d'arte。这代代流传的古老智慧，爱靠一定坚持传统的工匠手工完成。这种无费年建筑技术，完全由当地石灰石头贴起来。工匠透露，这种石厝免用暗涂，完全是纯手工石片卡榫做的，就连石片拢是更加正精种。Diciamo la pietra non è un isolante. È un materiale che assorbe umidità d'inverno e sprigiona il caldo ed estate sprigiona l'umidità, il fresco. 那在这特殊依高湿的边，阁是挡住热浪的关键。一般的石厝边高度会有3公尺。Diciamo i trulli più grosse sono le murature dei trulli, più sono termiche, no? Perché normalmente un trullo ha 1,50 m di muratura. In alcuni casi ci sono stati trulli fino a 3 metri di muratura. E le gradazioni variano, perché su un trullo normale vanno o meno, la differenza sono 7-10 gradi, no? Mediamente, tra l'interno e l'esterno. Ma molte volte succede che anche 15 gradi tra l'interno e l'esterno. 这流是当中的传统技艺，因为伤过辛苦，少年人拢无愿意投入。不过即马环保的建筑意识起来，一时代也看到每一块石头背后的无形价值。因为祖先留落来严格工法，竟然在数百年了的极端气候当中，重新展现出甲自然共存的古老智慧。公视新闻洪如梅编译。
下晡报天气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至36度，中部地区26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东部地区26度至34度。高岛地区27度至32度。搁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干，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